其實看到嘅係鐵路米去台東糾結苗栗3年球山線，總算係啲基本嘅復甦咧。提起標差嘅係有種權70年的世界 CK 今年世界進行路火車嘛，在連全國嘅鐵路米還有高鐵向前，台咗3不啷曬影響，還有阿公阿婆係突然順落來，透過兩啲立場，咪為種球山線歸路將嘅風景，還有透過嘅故事紹介俾大家。在個塘道從事嘅整體手工上，天時漸漸嘅12年嘅苗栗球山線，總算喺國寶級嘅CK124整體火車嘅帶領下重新發通。啲國鐵內嘅火車路面都上載翕下也珍貴嘅畫面，因為每係帶頂一部大細強下來，就算冇買到投標嘅車票，每位親眼來看啊，也歷史性嘅事件。這門是冇啦，就講加這個內容啊。生意呢，唔是看我講有樣樣噴煙的啊。哎呀，我自己做唔做看過？小時候坐蒸汽火車的話，印象最深刻就在過山洞的時候，很快樂，也很高興，很興奮就對了。因為舊山線真的風景非常漂亮。四個一張一張嘅路，一下暗一下光，就從個施工農用嘅，炒蛋工嘅人客都知道動聽。頭擺啲台鐵做事，負責長CK124嘅老師傅陳文傑，咪特別來看啊，從自家生意嚟用嘅整體路火車。自家嘅內幕嘅加本人用嘅嘢啊，頭擺嘅你嘅呢咩感哦，你嘅砰砰砰砰安尼哦，看到很有力量。咁講咯，非常嘅新奇。也希望呢，你台灣2300萬人口呢，你做得來呀，體驗一下新的不一樣的一個氛圍。第1998年9年填寫嘅球山線，一直大家都冇聽表態。風勢每凡是你大家尚未看到佢嘅夢，每位將32站到台灣站，歸路為感動人嘅建設，同客家種豐富嘅語文特色傳出去。同時，未做地 TV 球山線帶來嘅回憶故事。客新聞范啟雄、范權範、二卷苗栗報道。